年6月发生伫台南柳营练歌场台警察的案件，48岁凶手甲台南市刑警大队的侦察组刘三明有扣角，双方约出来瞧袂好势，竟然是甲警察弹死。台南地方法院一审判这个凶手19年5个月，早起二审宣判，法官是来采信着检察官认定的故意杀人，该判凶手无期徒刑。 褫夺公权终身，但是会当过来上诉。和死者朋友约咧拍，伊是杀警的凶嫌，被杀害就是台南市刑大侦查组刘三明。真个见识的刘三明捌当选模范警察，伊甲凶嫌进前杜恩秀两个人伫2019年6月14透早约伫柳营这间练歌场谈判，过程中冤家这个姓梅的凶嫌野枪将刘三明拍死。台南地方法院一审判19年5个月刑期，凶嫌讲当时开枪，干那想要吓对方尔，认讲判了伤重。 检方认为讲凶嫌是故意杀人，认讲判伤轻，双边拢提出上诉。 合议庭经过将近5个月审理，二审重判凶嫌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原判决认被告持枪射击的地方及射击的方向不对。第二，原判决科刑时并未查明被告杀人的动机及被告犯罪的情节。 伫嘉义台市警察的案件判决了后，另外一件警察被枪杀的审判，一个无罪，一个是无期徒刑，家属心情同款沉重。是讲无论最后结果安怎，一个优秀的警察命丧枪下，宝贵的生命已经换不回。